手机观看影片，按影片画面右下角有个小小的向上的 V， 那个记号按下去。说明区，你看，说明区最下面2行，闽南语、台语读经，经典读经，长经典影片，这个影片比较长，按下去。这个才是哦，11小时59分钟55秒，限制最长12小时。这是长经典的影片。这个也是闽南语读经，这个有看着经文的。真的要思无邪啊，不要被情欲所引诱。好像设计那个影片长度12小时上限的长影片，尽量没有广告的影片，这样比较不会被那个广告情欲广告干扰，是这样的想法。按影片画面右下角那个V按下去，按这个有连接的，你尽量按网址有连接的。这样就连接到频道了。还有设计看看是不是一个小老鼠 A 就可以连接到这个频道。今天太晚了呀，弄很久了。